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间是：靠山，山会放；靠水，水会干。伊的意思是讲，咱人爱较独立的，毋通逐项代志都想要我靠别人。若拢要靠别人，有一天无人互你我靠，家己是要安怎活落去？准讲厝内留一堆财产互你，你无学投资，无学理财，袂晓看数，可能连财产安怎摆去都毋知。别人搁较敖，嘛着家己爱有法度把握。啥代拢毋知，哄骗着真害啊！嘛是爱家己学一寡本事较实在。所拜人讲，靠山，山会放；靠水，水会干；靠家己毋则稳达达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